爱吃盐嘅声音呢，会吃到较快乐；做得起家嘅解问题嘅声音呢，都有自信。也係伊嘅聲音呢，符合是見節目。也歸大家愛對總鋪出發，去到北台灣同南台灣挑戰。鐵沙表、中浪、上山落海，喺競爭同合作當中，考驗大家嘅耐力、體力同智慧。來，聽聽人跳下去各地探險。上一集大家喺合歡山揭上榜樂，和挑戰的當到無窮樣嘅任務，唔但搶搞到當跳，相互未變做當好嘅朋友。今年上一集任務嘅前6名有資格討看愛去南台灣，也喺北台灣出任務，韓國鄉下出任務嘅盤。挑戰南台灣的有阿姨、阿軒兒、阿福田、阿瑞勇、阿飛賢、阿義強。北台灣的成員係阿凱森、阿雲澤、阿友君、阿立實、阿蘇伯同阿美秀。冇錯，也擺係歐洲48點鐘，第一擺伴奏西拉嘅組同西摩嘅組當期待呢。緊張嘅比賽就會開始了，先來去北台灣哦。乃順到北台灣的挑戰，一擺出來到基隆。我天拜來基隆，也偏有幾多好事嘅開山，幾相似哦。香港基隆都會落水，希望唔會出去搞，唔會落水。愛正式比賽哦，安緊張哦。你係好朋友，又嘅對手，希望大家唔好贏家。基隆有乜嘅好搞嘅咯，乃當期待。也特別係北台灣清北片的都市基隆，來到和平島公園，也特別嘅石頭當貼片咯。因為跳長年本海水景旁景改，形成海色平台，古形色、跳膚色也有豐富嘅體質景觀，做得講係清天然嘅體質高色。一開始愛來先吹掌，考驗大家嘅觀察力同膽量。看萬人卡路，唔看得出來萬人卡到什麼？大家成員愛簽到一個老人家，簽到簽到些2-3年，就做得來做吹掌，韓國做得加1分哦。歐洲78點鐘開始。找白頭髮的感覺比較容易找。白頭髮的先，白頭髮的。啊，可惡，那個在等等。請問你幾歲？我是小孩節目的。要上鏡頭。你願意嗎？他還是去找其他的。阿妹秀一場有得會講健身呢，佢會克服佢氣感哦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不敢問，不敢找人呢，因為陌生，不常跟陌生人接觸。請問你幾歲？我71歲了。好，那可以請你跟我去。好啊。因為我們要找一個會演的。好，走快一點。剛剛看到他比較矮，所以覺得他可能就是年長，所以有點縮水。然後看到他有皺紋，所以也覺得他可能大概是我預算的70幾歲。老人他有2個特徵，老人他的第一個特徵就是他會有白頭髮，所以我就先找有白頭髮的人。第2個我就是先找，再來就是找有腔調，因為老人有時候講話的時候會有一個腔調的聲音，然後我就找到一位老人，然後也訪問過他的年齡的，然後我覺得這個年齡應該可以。總算大家都順勢簽到誒。我78歲，我來自南投，我才55歲而已。我來自台中市，71歲。我來自台北市，65歲。我找得太年輕了啦，就是比起他們，這個還很年輕。有時候那個頭髮比較白的也不一定很老。我是南投中心新村72。
因为我发现这个地方蛮多老人会来走路散步的，所以实际上要找到年长的人不算太难。阿友君同阿凱神的木水一等站，恭喜佢兩煞清閒得到1分，韓國係下二嘅任務嘅吹獎。兩個吹獎清大嘅權利，就係做得來先吹言，唔知阿友君同阿凱神會先乜嘢呢？剪刀石頭布，可惡又輸了。選手。哎呀，那我就剩下2個了。家下阿立神講到基隆同會落雨，基隆用本人喊做雨都，今日當真落定一模嘅。不過，澳洲嘅聲音呢唔驚落雨，大家都做定隨意嘅，同樣做得當天嘅完成大嘅任務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原本嘅任務，愛啲野草田園嘅體質公園，前無相同，奇奇怪怪嘅石頭。地方頻道公園做些能人見屁而來分派任務了。好，那接下來呢，會有2組任務包。那這個任務包呢，就是我們待會要去前往的地點。你們要先解出要去的地點在哪裡。那每一個地點呢，還會有任務要解，都跟這裡的地質風光是有關的。那現在就把任務交給你們。數到嘅能人嘅任務，我開始頭一類挑戰了。細探險區，2組各有一個探險包，地圖有地圖、任務卡同地點嘅提示。成員按照順序去完成任務，韓國就提示去尋到下一個位所。完成所有任務，清掉轉來嘅吹5得2分，另外一組得1分。啊！我不行，哪里呀？我不喜歡番茄。然後我可以吃啊，我可以吃，快點，快點，先走。番自動。你們出來，快點啊！那你是丟呢？我不能吃了。提示台嘅導航嘅東西，聽錯愛同佢識睇，冇就作睇，爭做得去下二嘅位所哦。等下，等雨停在上面。等雨亭哦，這不是啊，是等雨亭。啊，反正都在前面，是等雨亭啊，在涼亭的前面嘞，你看，在涼亭的前面這裡。等一下16，等一下16是不是等雨亭？那還在前面。奇怪，答案就喺面頭前，黃翠有冇看到呢？哦，反正那邊。恭喜黃翠順勢比出凡士龍完成任務。游泳圈，看一下跟搞不好跟游泳。蓝海水池、青青水池，留下沙滩。5號、7號跟8號。等一下，給我謎語，我要思考一下。思考，你想想，這個東西會在哪裡用到？海水浴場啊。和平島的那個是集體行動，我覺得要集體行動才能想出下一個地點還有解答的答案，不能一個人的腦袋就可以想出來的。冇想到風吹頭一個任務就快按到時間，愛盤一個潮水鉗真係冇按過呢。哦，厲害！來走，我們現在去青青水池。我看一下，指導。我好怨恨這個。我們跑呀！我知道青青水池在哪裡了。好，走。應該在。隊長開路。那個遊戲最困難的嘛，就是穿着那個小鴨游泳圈。然後走路，因為它那個游泳圈呢就卡在這邊，然後就一直卡到你腳很難動。所以說是解完第一個就可以開第2個了。說對了，是吃的，對，應該是這樣。有很多人在玩水，哎，這應該就是那座橋了。哎，好累。我沒有摸下去，我要爬的。是右邊那個青青水池。我們覺得是那裡了。好，答對了。你打開 B 1，來，這個給你們。看來沒什麼好吃的。請派出1人在沙灘上作畫給隊友猜，答對3題即可過關。7，不對，是注音符號還是一個圖？這是什麼？褲子。好，答對。我下一題哦。對，它寫字嗎？一個腳，一雙腳。啊，挖鞋。Yes。這是提示啊，眼鏡。
眼镜岛是眼镜岛。新呐，对，星光草原。山在哪？山在这里，前面。对，我们要下去，然后寺庙前面入口。走，哎，这要带上去哦，先带。大家都动腔，俺家就团出尾数，戴好新的目镜，大家去亲了。这里是星光草原。星光草原的任务是，听说要请到3组人，向下翕出妙美相片呢。3、2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呀？虾米龙洞啊，这个要穿着。我错了，准备10乘盐。对，好，等下去哪里？我看一下。11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的是狮山园，因为它是狮子，但有人的脸。大班做细时的阿妹秀，做得带点吹眼去请到下年的尾数梦。是要紧，先来看那风吹进行当中的。来打一下那个。这是兔子对不对？对，我看一下。猪头、狮身、海兔岩。没有比这个还更像的了，海豹等雨。海兔岩呐，海兔岩应该就是海兔岩。找一下，我们现在在海兔岩，我们在沙滩，所以照理来讲，地理位置是在那里。行动，兔走了，很好玩的，专属于我海兔的岩。海兔，我是海兔，这地图真的超好用。没有海兔这种东西可以吗？人讲的海兔其实是海盐咯，是讲老到黑头海巡高的兔诶，可能会亲唔到哦。哇，你们看，好壮观哦！太壮观了吧！海兔岩是哪一个？就是那个有没有兔子耳朵？兔子他们往那边看的，对不对？好像哦！大自然雕刻家海兔岩。风吹的下年任务是乜嘅呢？这有没有食物啊？好饿啊！请姐姐说一下提示，谢谢。提示的话呢，它是只有3个字，哦。好，是某个动物的身体的一部分，它就在这片的区域。那可能现在目前看不到啊，但是你在地图上肯定可以找到。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姐姐。答案是猪头岩。风吹当家就谈到正确的地点，大家去请猪头上啦。我的妈咪呀，猪头怎么那么难找啊？明明是一只猪，然后它的那个头居然会那么难找，这真是令我大开眼界。找狮子都容易多了，抠米修过来就找到了。哎，这个有那个脸，有那个眼睛跟嘴巴。风吹意思比人较站的观察力，顺势请到的人面是神杀。照片这个地方就是这次探险的终点，请尽快找到他们的任务。恭喜风吹先到终点，得到2分。看到了啦！它那边有一个凹槽，那个就是猪鼻子啊，太明显了。一道印证东北季风进口，韩国海水进碰进角，形成特殊形态的石头。韩国人的想象力就有为无穷样的形象。汉白唔做得来前看啊，无听错会有新发现哦。风吹总算完成所有任务，风吹得到1分，国家最终的分数，北台湾的积分也还是阿友娟请高分3分，阿立成同阿苏巴爱个加油哦！接下来看下去到南台湾挑战的6个小阿妹的表现啦。好，这摆全部都是小妹向下比赛，爱到中医。虽然大家拢是好朋友，不过眼下小妹他们拿到前3名。感谢南台湾，因为爱在北部，想看看无同样的地方。听讲台南有蓝天，唔知今年有希望。那要看前3季嘅任務，都當好教，
你下阮来体验咯。韩国金门嘅，我第一个无所属嘅龙之岛冒险，我有意思嘅金钟。6個小妹嘅挑戰對台南開始，也特別喺北門遊客中心先來先吹裝，神草披吹，也特別有一面將嘅神草上，13人處理嘅神草，那兩啥做在啲工作團隊啲度，請腳簽到供養神草嘅人，韓國鄉下到神草上頭前翕相，就做在第一份韓國做吹裝。不是哦。上来，不是耶。是摩羯座吗？不是。摩羯座吗？那到底几月生日？对，不是。1月。对，你是金牛座。是哎。对了，那我可以去拍照。哇，透過一個遊戲，希望大家同工作人員會較舒適。金牛座。遊戲阿璇兒、阿姨強請假完成任務各得1分，韓國得到選出人的機會。台南北門要按照鹽鄉，故所今每一個任務都同鹽有關哦。頭一個愛挑戰呢，就係野草人草龍，要按到鹽龍。鹽龍探險，挑戰者聽錯愛對鬼天的春葉後春葉，辦爛餐呢會看到3尾鑼鼓年兒，鹽草一類得1分，限定時間內成功行到出後得1分，佢夾出來的人再個加1分，也係得分的好機會，大家愛加油哦！先落去鹽龍的係阿姨強吹，也得會順勢完成任務冇。Go！ 可以啊。北門鹽龍全長112公尺，第一搭配做得體驗討龍渡探險有幾次嘅。第一按摩電動有合起起來龍渡，更可用爬天天。韓國龍渡上上下下，高高低低，一下左滑，一下右滑，都會衝走。雖然易安全，唔過大家還係會驚克服嘅點麼？大家好，有插過，這裡有亮光哎！耶！來了！第一按摩時所嘅鹽龍渡穿來穿去，真見都會衝走。我先去開路，你們等等。這裡有亮光，可怪亮光。有上登路，接下來到第3個領域。出門看天色，入門看月色。我下去了。你確定這一條嗎？感覺好像出口，有可能是哦。所以你看一下，是不是？出口到了嗎？到了，再出來，快點出去。阿姨強吹，順勢爬出鹽龍，總共花嘅31分25秒，3記鑼鼓年兒都驗出嘅。一下半阿璇兒吹出發了，也得會入麼？小时候就很喜欢玩这种黑黑的，然后在地里面钻来钻去的游戏。在这边有关卡，哦，好累了。3、2、1，开始！一拜上，6拜收。啊噗噜噗噜！哎，这里好隐秘，快下来！我找到一个出口了，这儿。快走！
阿轩伊也吹，爬到满嘅辛苦总算出来耶！花嘅34分48秒，验出2記鑼鼓年兒。恭喜阿姨強吹得到5分，阿轩伊吹得到3分。完成嘅鹽農探險，大家都變到更加有信心咩？接下來嘅任務咪係同鹽有關哦，來去！一打白係北門頭一草鹽田，將嘅腳瓦盤鹽田，咪係一下行在嘅青路嘅瓦盤鹽田位置。瓦盤鹽田係用瓦硬嘅沙來吸收輻射熱，鹽就會較加接近，色咪較強。鹽鄉嘅天熱任務，愛比賽開鹽了。開鹽比賽，2歲成員只有7個能力連登來開鹽，30人開嘅鹽總重量輕重嘅吹5得1分。那個你不要裝太多哦，少一點，不然會。你說停我就停。好，我會先試一下，然後再放下來。3、2、1，快來，沒關係。哦，可以，先走了，拜拜。哎呦，真的。好，1、2、3、4。不要跑，扎西，来，慢慢来。快结束。真的？我来接，加油！不停，是换我，换你。我要回去。哎呦，天哪！再等下。他会掉，把它用后分。快点，加油！别掉了。扛的东西很轻，然后加上盐变重，然后如果太多盐的话，我会觉得平衡感没有很稳，就会可能会掉盐，所以不要扛太多。看这个。好，我来一点，倾斜，快点。好走，好走，我不行，看着吧，不是看。2歲都動槍開嘅動到鹽，先來看下6歲開嘅有幾重嘅，有22公斤，風吹係開18公斤半，恭喜6歲得到1分。南台灣嘅比賽積分當接圈哦，阿姨強雖然年紀輕細，殺得到7分6分，韓國其他成員未搶手掌1-2分嘅聽聽。看所有2片嘅表現，唔知道乜嘢有機會入到前6強呢？唔是掉緊，還有當到任務等等大家。下個禮拜愛記得等等向下來去搞哦。然後每個都給他轉轉看看，然後分手。就是，而且我會覺得看自己的腿，就是滑下去，很討厭。如果就滑下去。现在是怎么状况？迷路着想。你講的冇唔錯，也是我愛做我。